名字里个表，嘟表一份家常，举那个老卡头，金色的家户户杀鸡杀牛杀鸭个不年到，像我个走老路，身上并不摆得动，幸好阿妹的没教导，一门进一个好的手，阿妹姐。
意思到我家来，到底为了啥事情啊？阿妹，我今时家家户户1736呀，过年嘞，我们坟里接的名字不过年吧？我哪个名字喜欢你呀？不接。没有名字吗？哪个啥个东西当当不好啊？3月啥个东西啊？哎，那你打屁股要不要啊？要好呗。要啊！带阿妹我去马来哎呦，我屁股一背一背。这不你知道的吗？好，我
当票不是给你看屁股啊！哎，人人都有的，以后你发财了啊！哦，发财了好拿回来送回去吧。好，老婆，哎，告辞子。明朝正月初一，王在这里发酒疯啊！王，你为什么是明朝节气？怪他的脸，金山也是钱，明山也是钱，金山吃吃饱，明山回家打开金丝铺给同婚高。小儿嘞，来哦，原来是周大爷哎，周大爷，你到这做啥？那你来不当就是请酒啊？哦，请酒吗？快请酒！哎，我跟你讲啊，请一个冬天的桂花酒啊，请一个冬天，你不懂钱啊？吃了再算啊。好。好，他这个店虽然是小，酒个味道倒嘛不出来，快点来！来喽！快点！来喽！周大爷，一个冬天桂花酒，一个冬天的花酒，吃了再算下去啊！吃了再算，好。当真香。没了，爹爹。周大爷，你这个桂花酒多少冬天一斤啊？也不冬天一斤。啥个冬天？哦，啥个冬天一斤哦？一斤有几杯啊？一斤啊，大概那是7、8杯。哦，你意思是说10杯没有7、8杯是稳稳当当稳稳的？当当的。可把我同你讲啊，我一个冬天的桂花酒吃了1杯就难。哎呀，一股冬天嘛，一分钱一分货啊！哦，一分冬天一分苦，你是说我没有冬天名字哦？不是来了。喏，这是啥东西？这哪是我？哎呀，周大爷，只要冬天名字嘛，什么都有。你笑，这个女的就干弄书他吉祥。哎，叶小豪啊，你家只要有讲出来有冬天名字，你点不点？对，这样的。过来，听了啊。点好，一杯啊，点好。哎呀，冰果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周老爷，冰果，你告诉我，
听都没有听懂哎。哎呀，当然呀，你那个别啥？巨耳朵，最多有个，哇，有那个牛一个牛啊，牛一个牛，听也没听懂哎。我把你讲过，好了，不打打啊，牛一个牛是什么？猪腰子哎，哦，原来是个猪腰，有，牛一个牛，没听到过。牛一个牛也没听过，讲过啊。居多，啊，激动，哎呀，一刀切出两头头啊，是三个大头啊，啊，你两个跳头来打头，大家哦，猪大肠有没有？有，吃了1碗，我有1碗呢。啥个东西啊？吃了1碗有1碗，听不懂啊？他们都讲出来了啊，讲出来，什么东西啊？吃了1碗有1碗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螺丝，没听你讲过吧？螺丝，螺丝啊，有，上次过场年1碗，哦，我讲了1碗， 2只鸡蛋，2只鸡蛋，桂花就一蛋，3年老豆就一饼，三年老酒一杯，好，有，吃了再算啊，下去，好，要看我，好嘞，那你家那个家伙拿上去，呸呸，走了，鸡腿打开肚皮吃饱。喂，我有拿钱，我有自己吃的。哦，这个东西我晓得是啥个东西。这啥东西啊？我也告诉你了啊，我的命。对的，哎，我去外面，你去里面。那个给我一个好的，那老舅开出来，老舅开出来了。吃，老正经。李老大真火。我要吃这个地方。想不到啊！哎呀，爹家啊，你这个地方吃不懂呗？啊，这地方听不懂啊？朱大爷，不懂哪个？都没有哥啊，下次要说哪一年吃不懂嘞？喂，猪腰子，马马虎虎，要这个牛，也好吃的啊。哎，爹家，这个桂花酒帮我开出来了。开出来，我开一下啊！哎呦，牙齿不搞好，不拿去开出来。好，开出来。快点拿来！好，你再开吧。开出来了。
健康的药不用你的健不去看，不要自己去。逼着我当尊当之后，从这来去，娘是天路里，哎呦！你们吃了？我去，给你们去吃，还是吃？比酒好远，比酒好远，好远啊！好个你嘞！好个远的，路边成可来的。好远。我不知道没有鼓掌嘞。我你的放弃不？来不及不？哎呀！姐姐，哎，在车呀，姐姐，啊，远的嘞。姐姐，这个。什么酒戒没有？我这酒没有了酒啊！饭好吃不话不好乱讲了哦，酒不是没有开酒的。这没有了，这个酒他自己会背呀，对吧？我是不交代不能乱讲，不要乱讲了。我来呀，走过去，走过去，走过去啊，走过去，走过去。看啊！哎呀！
当票，打票了这个队伍看屁股了，看屁股了，我不小心，我要走。要说，阿妹，啊，上好手，下好手，这个中间也好手，就是个头顶后面不好手。我经常啊，上也不走，下也不走，我就走你那个头上。头上不好手，头顶后面也不好手。就我当大比公的节，老板比两个东西，拿来谁要东西啦？椅子。我这个放到皮箱里去喽。哟，下面有个总柜，哪里来的笔箱哦？喂，啊，你们听听，你们听听，我总归就没有皮箱啦，看啦，哪里啊？小大个大皮箱嘞。那个酒柜。好一张酒杯，我走了一脚两脚变成一缸土。好汉不打小脸，我上去背背你。嘿嘿，哈哈，这，阿妹，你们分了气闹闹生怕了。没有银子吗？既然要这把嫁给我，哎，这个走远点。阿妹，阿妹，再几天不多点过来。先生啊，我说是那酒啊，就是有钱不给你，他这不进屋啊？不给，但是呢，那我有钱吗？那我现在出来，我有这么多冰箱，哼，你干嘛？叫呸，门不开开大一点，嘎嘎，呀，哎，街坊邻居你们过来听了啊！嫌我走了，阿爸在世时间，一当家成了好多兄，头上戴的是金斗笠，身穿绸缎大披风，前后4个小须斗，有一衫我系了一匹白狗。爸妈，大哥，爸妈，我这是个白马，我今天就叫大哥，就会，我不会骗，就会，不会骗，哼，我一匹白狗，咕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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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挤在了那个门口，这个屋里跳，在那个家里一扭2扭扭在那个大门，看见来了，哎呀嘞，周大爷下来歇歇气哦，我家是好工，你家有没有好工的？这个屋里撇讲，我家的老公们老早是他的，我说你老死我的婆婆吧，他家我的婆婆眼睛啪啦，下个，啪啦，这个，下个我叫的下个，这怎么就在这啪啦？就会，你啪，你啪个东西，就会，我家眼睛看到关一个公公啊，他讲的不好听，我公公耳朵都懂的啦。
西，就贵。我们就给他一叫，就叫到心里面呢暖乎乎，暖乎乎，就到那个马上了，哈啦个家，耶，还没有裤裆出来，帮我补一下，补一下。好，过来。我看他就补了，你看，哎呀！耶，这个血都给你找出来了嘞！对呀，我同你讲，这个祖宗就是打铺门头来养回来，你妈你熬死，看得见的钱到家，你都会，你全部把我自己来做。人什么命有苦，苦字苦了我自己苦。啊，那我这个裤子铺的好不好呢？对的。我这个裤子铺了补起来了，好像那个祖宗一样的。对呀。4月底那个4月底有啥个了不起的啦？我那个大狗下来，他把我一铺好，铺到那个巨浪里，就放里，巨浪里，就放里，就往里边放啊，就是巨浪里。后来一碗的米肉汤，桂圆汤，米肉汤，桂圆汤，桂圆汤我不晓得桂圆就汤，贵。到不离开。他叫我走大一点吃一锅，还我一个一吃。他把我点了，点哦，那么再吃一个，又吃了一个，比不啦？比哟，一条比在那个床上起来，许金不教导贫穷，本一天地名字不见，往麻木穷贵，就贵，无力骗，就贵。记不记得？你，我真记得。哎，那你上面是啥东西啦？上面啊是祖宗，祖宗啊，记不记？你不记那祖宗。阿公，这祖宗要死了你！那记不记？你往这不记。下面呢？讲过，祖宗不打大象。阿公，记不记？这小货就是不能打你。记不记？阿公，快点！那你从广东去不去呀？哼，这里有动点名字，不要叫广东、广东、广南、广西、广东，历史你的走来过。那带小白马去哪来那这个好吃哪来了？去